星期六晚，馬會將會越洋轉播英國嘅葉森打比大賽日，一共8場賽事，頭場開跑時間為晚上8點30分。今次我哋會繼續提供各場賽事嘅4格心水，大家記得聽到最尾。首先回顧一下星期三谷草野馬，我哋 DWQ 賽馬頻道會員專屬策略嘅成績。第9場，4號靈燈做膽，拖9號加州活力，10號翠兒威威，11號宜昌光輝。二重彩派498蚊，位置 Q 派102蚊。S2 第一場，達納灣錦標3級賽，1號益智玩意2025年喺法國跑嗰陣，憑住放頭跑法攻下咗一場聖格盧嘅3級賽。上個月第一波幫新馬房出賽，喺里奧柏跑出嚟嘅表現都算令人滿意。佢本身好擅長跑今場呢種左轉賽道。5號勇無比，舊年夏天成績好到爆，先喺皇家雅士谷賽期憑住超班表現贏咗場讓賽，之後再去約克贏埋1級賽。今年復出第一場跑得太急，搶口得滯，發揮唔到最高水準。不過預計今場表現會大幅進步。7號小抄東尼，舊年角逐3級賽之前，曾經休過賽同埋做咗閹割手術，最後直路喺同對手拍住之下險勝。上場雖然跑得差，但其實情有可原。8號正人台，今年初遠征杜拜美丹馬場無功而回，但其實佢2025年有過幾場代表作，特別係喺古活表現神勇，贏咗一場1400米2級賽。支持者都希望佢今場可以揾返嗰陣時嘅巔峰狀態。S2 第二場，伊麗莎白公主錦標3級賽，1號火花飛，呢隻馬經常喺軟爛地跑得好好。舊年10月喺聖格盧嘅爛地跑3級賽，結果大勝而回，睇得出佢喺軟爛地真係威力驚人。舊年佢喺呢場賽事跑第3，今次出賽應該好有機會再次跑入3甲。2號海善村，今場係佢頭一次挑戰3級賽，一定要有明顯進步先至有得爭下。今次亦係佢第一次喺葉森馬場跑，且看呢個場地幫唔幫到佢發揮。呢隻馬平時習慣留後跑，2026年今年跑過嘅2場表現都算唔錯。8號無瑕可擊，舊年5月喺巴黎龍上一場經典1級賽入面，本來第1名過終點，好可惜賽後被貶咗做第2，不過咁樣已經證明到佢本身真係好有質素。今場將會係佢今年嘅復出首戰，預期佢仲有得再進步。6號碧拿獻奏，今年到依家為止只係出過1場，喺金頓跑1場表列賽，賽前被捧到好熱，結果輕輕鬆鬆贏咗一隻評分高過佢嘅對手奪冠。今次更上一層樓去挑戰3級賽，完全係順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S2 第3場，加冕杯，2號格倫島，應屆世界馬王，舊年跑呢場賽事，最後直路同維妙維肖鬥到難分難解，去到最後關頭先稍為唔夠力，僅僅輸咗半個馬位。之後佢連贏5場1級賽，當中有4場係同今場一樣路程。今次重返呢個賽場，勢必會再有一番激鬥，好有贏馬機會。5號維妙維肖，到依家8戰6勝，當中舊年跑呢場賽事嗰陣，喺葉森嘅直路上同格倫島單打獨鬥，最終成功奪標而回，無疑係佢服役至今嘅代表作。上場喺車士達跑3級賽，當係為再戰呢場波嚟熱身，結果憑住出色嘅表現贏馬。6號佳進之川，贏過同場同程嘅英國打吡，之後仲喺卻拉贏埋愛爾蘭打吡，可惜舊年之後上陣2次，表現都未如理想。上個月喺車士達第一次戴面箍上陣，一放到底，成功頂住名樂隊贏馬，令人對佢重拾信心。4號大草原州，往績好出色，曾經2次贏過2級賽，舊年7月喺古活差啲贏到一場長途1級賽。佢跑呢個路程都啱，但平時多數跑開再長途啲嘅賽事。今場如果可以交出足夠嘅速度，去同呢個路程嘅升級馬匹一較高下，將會令人好驚喜。最後，如果格倫島因為場地問題退出，唯有加入1號名樂隊作配腳。S2 第4場，短途讓賽
3號列城快擊，舊年喺呢個賽日跑第2名，表現好好。上場喺古活輕輕鬆鬆贏咗一場水準唔錯嘅讓賽，好明顯佢依家處於大勇狀態，今場睇落有望繼續交出好表現。6號瘋狂集，舊年憑住出色嘅走勢贏過呢個賽日嘅賽事，之後嘅表現就比較反覆。雖然上場喺約克復出嗰陣跑唔出前列位置，但跑完一場之後應該會有進步。今場絕對不容忽視。12號同霹靂，狀態大勇嗰陣可以交出好表現，以前亦都曾經喺葉森贏過1400米賽事。呢匹老將上場喺約克一場水準唔錯嘅賽事入面跑第7名，輸得唔算肉酸。今場有能力製造驚喜。17號化夢成曲，今年春季轉投現任練馬師麾下之後，先喺里邦贏咗一場，之後喺古活跑入好接近嘅第4名。好明顯進度好理想。15號明丁之神，冬天喺亞聯酋美丹跑過之後，狀態已經有所提升。最近幾場先後喺新市場同古活跑入第2名。如果今場可以交翻呢2場嘅水準，絕對會係爭勝分子。S2 第5場葉森打比，我哋 DWQ 賽馬頻道預期，今屆嘅葉森打比將會係一場競爭非常激烈嘅賽事。9號重大事項，到依家3戰全勝，但2歲嗰陣未有角逐過任何大賽。5月喺約克出征2級賽東帝錦標，擊敗咗幾隻評分較高嘅對手奪冠，贏落好有說服力。如果可以應付到葉森嘅獨特賽道，絕對係呢場大賽嘅爭勝要角。6號桂樹藤芳，上季表現持續有進步，上一場休後復出跑嶺飛打比預賽，最後直路同聖十字輝帶嚟其他馬單打獨鬥，僅以短距離之差屈居亞軍。雖然佢唔係今場嘅擂台躉，但都應該有力一爭。11號聖十字輝，今季2戰全勝，每次都展現出好強嘅鬥心，當中上場喺嶺飛打比預賽，同桂樹藤芳喺直路上展開激烈拼鬥，結果力壓對手奪冠，最能表現到呢隻馬嘅鬥心。今場嘅路程同場地應該都好啱佢發揮。13號撲克牌，呢匹活頓鎮嘅仔，周歲身價高達430萬堅尼，佢嘅血統可以話係非常優勢，父母雙線都同葉森打比及葉森橡樹有緊密嘅聯繫，路程不成問題。加上練馬師伯特係擅長訓練2-3歲馬嘅練馬師，呢匹冷馬一定要拖。S2 第6場，7號果然是成，2歲嗰陣有唔少代表作，包括喺諾定咸嘅遠萬地出賽，雖然一度俾對手過咗，但憑住超強鬥心反先贏馬。做咗閹割手術之後，今場係佢嘅復出戰，隨時又會撞正佢最中意嘅遠萬地，絕對有實力爭勝。1號喜氣洋洋，舊年曾經2次喺金頓贏馬，做咗閹割手術之後，上場喺古湖復出，可惜未能直領到底，喺4隻馬入面跑包尾。不過嗰場賽事嘅對手水準其實好高，今次轉戰讓賽，應該好有機會爭一席。9號民族盛典，呢隻黐馬血統非常優良，上個月先後喺新市場同車士達出賽，陣上表現一場好過一場，仲喺呢2條完全唔同風格嘅賽道上攞到2連捷。睇返佢現時嘅評分，似乎依然好有着數。11號約城古塔，今年復出第1場喺嶺飛一場新馬賽跑第3，算係開個好頭。今次係佢頭一回挑戰讓賽，只要今場爭情合佢發揮，加埋磅位合理嘅話，應該有得爭下。S2 第7場，2號旋轉輪，雖然出賽經驗尚淺，但已經成長為一隻質素好靚嘅長途讓磅賽區，平時習慣跟前跑。上場鬥夠復出，喺古活跑第2，今場值得金睛火眼望實。7號神域上位，舊年贏過一場同場同程嘅賽事，上個月喺新市場上陣，最後直路一推即有，反應好強，由後面追上嚟反勝奪冠，攞到佢競賽生涯嘅第10場頭馬。今場絕對係爭勝分子。10號鼎力呈現，
預計今場嘅軟慢地好夾佢發揮，而且舊年9月佢試過喺葉森連贏2場同程賽事，證明呢個場地非常啱佢跑。今場估計佢會跟住帶頭馬跑，幫手拉快個賽事步速。8號成夜風，今場係佢相隔39天之後再次喺葉森出賽，上場喺度跑同程讓賽，最後階段一發力就帶離對手，贏晒其餘4隻馬奪冠。最犀利嘅係嗰場同佢再上一場出賽只係隔咗2日，好明顯佢非常精通點樣應付葉森呢條咁獨特嘅跑道。14號宮頂灰影，舊年曾經4連勝，當中仲有2場頭馬係喺今場嘅同場同程攞到。不過今年轉咗去葉森本地嘅馬房之後，表現就當堂跌晒滑。以前用放頭跑法嘅成績算係幾好。S2 第8場，5號航宇任務，呢隻8歲馬上一場喺新市場跑獲唔錯嘅第3名，今場需要負重磅上陣，但依然有機會交出更進步嘅表現，值得留意。6號威雄，上場喺約克一場短途賽入面，以29倍冷門身份奪冠，重返正軌。佢跑呢個賽場好有威力，到依家2次跑呢個場都贏晒。今場絕對值得考慮。8號父子兵，舊年由約克郡長途跋涉去到葉森出戰呢場賽事，最終以13倍獨贏賠率贏馬，表現好好。上個月作今季復出首戰，跑完之後狀態應該會更勇銳，啱晒留意埋賠率走勢。3號深度採訪，今季第1場3月喺唐加士達贏得好靚。最近4場入面贏咗3場，今場絕對係爭標嘅核心分子。如果到時場地帶點黏軟，將會更加有利佢發揮。13號擊雄，最近2場表現都有啲平平無奇，但4月喺萊士達嘅好自快地上跑第2班賽事嗰陣，擊敗過實力唔錯嘅對手奪冠，反映出佢處於好狀態嗰時，係可以交出更進步嘅表現。DWQ 賽馬頻道會員區每個月只需50蚊。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